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皇上。是苏完尼瓜尔的信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不是说徐端已经离开京城了吗？离开了。那瓜二还要追着去找徐端？奴才觉得不会。哎，徐端已经娶妻了，他也许还不知道。这是你暗中安排的？应该说是，左都御史逼着徐。皇上，您知道徐端娶的是哪个女子吗？你就别在皇上面前卖关子了。皇上，徐端娶的是纳兰。纳兰？徐端已经高高兴兴的以新婚燕尔娇妻，带着瓜儿的额娘一起去南河总督当差了。带他的额娘去干什么？你又自作主张？皇上，奴才觉得苏完尼瓜儿迟早要待在宫里，那他额娘岂不是一个人孤苦伶仃？有徐端和纳兰照顾，他在宫里也能安心的侍奉皇上。你考虑的还算周全。皇上，奴才已经把头给磕了，后面的事儿就有劳德林公公作议了。瓜儿，徐端已经谋到一份差事，我们一起离开了京城，带走了大娘。妹妹放心，我和徐端会像对待亲额娘一样伺候大娘。你不要来找我们了，必要时我会联络你的。妹妹，不知从何说起，算姐姐对不起妹妹吧。妹妹不要责怪徐端，他是个好人，也深爱着妹妹。妹妹如果要怪罪，就怪罪姐姐一人好了。一切都是命运，怎么对妹妹说呢？徐端，我们结婚了。苏完尼瓜尔此举算是识大体顾大局啊，皇贵妃与六宫嫔妃也就相安无事了。不过，卑职不敢肯定。刚才隐隐约约听到德林公公与宫女小兰子的谈话，好像皇上已经吩咐过他，让他去伺候苏完尼瓜尔。这个苏完尼瓜尔不是走了吗？皇上的意思好像是想把他再召回宫里来。看来只有让皇上明白，这事儿不可为呀。就怕皇上不让大臣们议，我们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事到如今，只好联络一批老臣一起劝说皇上。还有，成亲王他们可以利用。一个苏完尼瓜尔，王中堂不可轻忽此事啊。苏完尼瓜尔虽不足怕，
可他一进宫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啊！哎，最可怕的是，圣上将会背上一个骂名啊！哦，皇上还命令卑职去把审讯王三怀的记录找出来。看来左都御史已经向皇上讲过了。我倒觉得，广兴这么一折腾，汪海棠的案子就能抖了出来。朱中堂想想，广兴为了周廷栋报复乐宝，乐宝难道就不会有行动？本部堂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呀。乐宝是经略大臣，他担负着戡乱剿匪的重任呐。湖广川陕的匪患是眼下的头等大事呀。官儿，德林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徐端和纳兰走了，把我额娘也带走了，这叫怎么回事啊？姐姐，姐姐，这叫怎么话说的呀？徐端他呀，怎么这么烫手啊？姐姐，你发烧了？叫太医，哎呀，这不是在宫里。姐姐，要不你先躺着，我们给你抓药去。皇上吩咐了，让小兰子从今天起来陪着姐姐。你就在这儿待着吧。真病的不重，就是发烧。奴才觉得广兴这招是不是也太狠了？瞧着官儿那憔悴样儿，奴才差点把实情都告诉他。哼，你这个奴才呀，小心朕割了你的舌头。去，带太医去瞧瞧，把他带回宫里来调养。可是官儿想去找纳兰。广兴说他不知道纳兰他们的去向嘛，到哪儿去找啊？哎，你这个奴才存心呐！奴才不敢，奴才去就是了。快！你干嘛去了？我等了你那么长时间，你才回来。你瞧，官儿姐姐都烧得迷糊过去了。清醒了还不知道怎么给他弄宫里去呢。看什么看？皇上吩咐的。皇上，太医已经给他服过药，这回可热闹，后宫跟外臣知道的人可不老少。朱中堂怎么又想起我来了？当初您跟王杰一起暗中支持鬼抓狐，皇上可把本王抹了个精光啊！本王早就有预感，那鬼抓狐憋不出好屁来，往后啊，戳的忙多着呢。皇上要是真喜欢哪个宫女儿，就让皇上折腾去。反正真着急的是皇贵妃和后宫的嫔妃。这可不像王爷您呐。这话怎么说？那本王还成了别人不成啊？对嘛，凭王爷在皇族里的威望，那是一呼百应啊。
王爷忘了，和珅的案子是王爷经办的，皇上给和珅定的20条罪状，其中第4条就是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，罔顾廉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王爷觉得好笑吗？啊，这事王关爷皇贵妃派她宫里的小檐子来送一幅画。瞧瞧，好戏开场了，这一个个的可都粉墨登场了啊！去，把小严子叫上来，我倒看看皇贵妃给本王送了什么宝贝。这皇贵妃如此看重王爷，足见王爷在皇族和大臣们中的影响啊！您甭说好听的，我要是答应了您，您可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王爷尽管吩咐。我想要鬼抓狐的脑袋，您跟王杰能配合吗？恐怕只有皇上能有这个能耐啊！您能推波助澜呀！德林公公，您看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？请德公公传话，臣等跪求皇上。皇上他累了，睡了。苏安妮瓜儿在宴喜堂吧？他病了。宴喜堂是嫔妃们住的，你出的忙把他安顿在宴喜堂？可不敢这么说。要问这事儿啊，你去问左都御史去。皇上来了。你发烧了，别起来。好点了。皇上，朝政繁忙，不必来这儿。这样奴婢怎么承受得起啊？皇上，这是哪儿啊？宴喜堂啊，你病得不轻，所以朕让德林把你接回宫里来调养。皇上，您不必对奴婢这么好。气色好多了。皇上，是朱世勋挑的头吧？没看见朱世军，老王杰、苏云在里头。朕去就来。回主子，程王爷已经收下了画。王爷怎么说的？这王爷已经收下了咱们的画，证明他已经同意了。还有朱时军也去找了王爷。哟，钮咕噜姐姐，都怪那狐妹子，弄得大臣们都过来请愿了。就是啊，钮咕噜妹妹要是能把程王爷发动起来，那势力可就大了。瞧瞧瞧瞧，现在大家都出来反对了，皇上他不能不考虑了。轻点儿，弄什么呀？就是。哟，怎么不见几个王爷呢？程王爷真的答应要来吗？
谁说本宫鼓动王爷了？人家又没在皇上面前说嘛。我的个傻妹妹，哪儿都不能说啊，就是烂在肚子里头。对呀，没错。起来吧。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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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起来吧！今天啊，众位臣工都是来向朕兴师问罪的。有什么话你们都说出来，朕洗耳恭听。但是有一点得说清楚了，过了今天，谁再提此事，朕绝不轻饶。朕不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、八旗世袭，还是什么两朝重臣，有什么话，今天都讲出来。过后绝不许再提。说吧，王杰，你挑的头吧？贵妃娘娘吉祥。起吧。娘娘，几位亲王都到了，这节骨眼上还是王爷站出来说话了。朱中堂不愧是朝廷的肱骨之臣。可不是呢。该我们说的话，我们自然会说。不过娘娘还是回长春宫好。几位娘娘也别在这瞧热闹了，省得皇上回头怀疑后宫跟外臣秀里来秀里去。陈王爷提醒的要紧，都回吧。啊，回吧，回吧。哎，姐姐，对，咱们还是不能放松。对。就按咱们说好的啊！行，一定要这样跟他说。你先跟他说啊。行，看我的一会儿。皇上，臣等戳得莽，但也足以证明了臣下的爱君之诚、全权之信。微臣一是担心圣谕，二是担心紊乱平议制度，从而影响皇上心境，影响皇上处理朝政，所以才冒死谏阻。这话怎么像朱师君说的？皇上，皇上，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微臣有罪，是微臣向松云大人建议的。朕就知道是你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老师爷，你们也是被朱时君忽悠来的吧？皇上误会了，我们几个是来声援皇上的。皇上，我们既是君臣，又是兄弟叔侄，对吧？君臣之间受礼法约束，兄弟之间自然多一层理解。侍女被晋封为贵人嫔妃，早有先例，怎么到了当今皇上这儿就成了不合礼法了？二位中堂倒给皇上说个牙白口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婉妮寡儿与徐端定有婚约，我大清是以仁德治国。错，徐端早已经娶了纳兰姑娘，
那婚约早就不在了。把话说明白了吧？是皇贵妃找了2位中堂，2位中堂现在在帮皇贵妃说话。哎呀，这外臣与后宫的嫔妃之间秀里来秀里去的，也合礼法吗？啊，朱中堂刚才也瞧见了，皇贵妃派她宫里的小檐子给本王送了一幅画，这意思明摆着。不过，本王与其他3位王爷一合计，这皇上，我们可是绝对不能难为的。主子，弄拧了，弄拧了！什么又弄拧了？程王爷他们是来帮皇上说话的，支持册封苏万妮瓜儿。你没听错吧？这不可能啊！是他蛊惑慎柱把瓜儿遣出宫的。皇上不点名的提了这件事儿，没成想程王爷他们找出一大套话来反对朱时君，支持册封苏万妮瓜儿。那幅画呢？别提了，那幅画程王爷收下了，可他刚才在皇上面前把这事儿给抖楞出来了。姐姐，那皇上岂不知道您联络外臣？程王爷，这是在玩朱时君王杰，在玩本宫。奴才该死，把事儿给办砸了。真没想到程王爷会那么说。他耍弄王杰、朱时君，报复皇贵妃而已，未必出自肺腑。刚才的事儿你都看到了。承蒙皇上眷佑，奴婢不好，给皇上带来这么大麻烦。不在你，早就有人预谋好了。德林，奴才在。去长春宫宣朕的口谕。皇上，奴婢恳求皇上。反正本宫一向是被丢到脖子后头的，不受待见，不入皇上眼。好了好了，我也懒得再说了。往后啊，妹妹们都少来长春宫吧，免得我不受皇上待见，连累了大家伙。姐姐，这是怎么话说的呀？主子，德林公公传来皇上口谕。看见没？这圣旨还下得够快。主子，皇上要是问起那幅画，奴才就说是奴才自作主张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皇上不会相信的。奴才给皇贵妃娘娘请安，皇贵妃娘娘吉祥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娘娘，皇上让奴才告诉一声，往后娘娘要是有心情，可以速住养心殿。奴才已经吩咐进士房总管准备了4、5个人手，正在打扫同和殿的东围房。娘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没有了，皇上怎么吩咐，你们就怎么安排吧。这德林，那宴喜堂的西围房呢？宴喜堂西围房，皇上吩咐给苏万妮瓜儿入住。娘娘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奴才回去复命了。回吧。这。姐姐，你说，
喜啊！哎，本该想到啊，成亲王因为上次的事儿，不仅生广兴的气，对皇贵妃与和氏太也是耿耿于怀啊。成亲王说破了嘴，言不由衷啊。拉他们亲王来助一臂之力，他们倒来搅局，明着帮助皇上，实际里捉弄皇贵妃啊，出上次那口气。成亲王还收了皇贵妃送的花儿，真没成想。臣妾叩见皇上。你能否走进后殿东营居所，看你的涵养和气度？左内治恣意不修，何谈主内治表率六宫啊？为了阻挠镇留苏安尼瓜尔，你和外臣秀里来秀里去，甚至拉拢老十一站出来帮腔说话。此事，朕不追究你，但是你得记着。臣妾知罪，牢记皇上嘱咐。奴婢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恐怕以后要改口了。本宫能住同和殿，托了你的福。湖广总督景安大人到。哈，总督大人赏光，本经略谢了。皇上的嘉奖才是经略大臣最大的荣耀，可喜可贺呀！哎，哪里呀？我这个经略还不是依靠诸位将军督抚给撑个面子。皇上的嘉奖是我们大家的荣耀啊！啊，里边请，请。湖南布政使郑元寿大人到。左都御史到刑部查阅审讯王三怀的记录去了。广兴为何突然对王三怀感兴趣？当年参与审讯王三怀的廷臣有成亲王、王中堂、和珅、傅长安。二审的时候是当今皇上御审，他为什么要接这个旧案子呢？广兴为了周廷栋要和乐宝交手了。朱中堂还记得吧？在朝堂之上，广兴为了乐宝擒获青号匪首徐天禄，提了多少质疑呀？乐宝事业向王中堂吐露的督察院小金库，后边的文章很深呐。王三怀的案子可是皇上御审的，你可别把我搁进去。王三怀乃白号匪首，已是板上钉钉。那你还翻案宗干什么？乐宝，经略大臣乐宝。啊，朱大人、戴大人好。朱中堂，广兴啊，本部堂求你一件事儿。承蒙朱中堂看得起广兴，不胜荣幸。本部堂希望你不要报复乐宝。乐宝身为剿匪戡乱经略大臣，节制所有领命督抚和将军。正因为如此，乐宝不能有负皇恩。乐宝系和珅举荐，他
太上皇恩准，他本来就有所顾忌。大敌当前，最忌讳阵前易帅啊！朱中堂说破了嘴，难道我这个皇上钦点的左都御史，倒成了潘仁美了？广御史，朱中堂可没这个意思，您自己个儿可千万别多想了呀。王三怀最后是当今皇上御审的，鬼抓狐的用意显然是这次徐天禄的事。徐天禄拿王三怀说事儿，引得这次擒获徐天禄的事儿上，最后好让皇上派钦差下去调查。经略大人就怕皇上派广兴做钦差，还真有这个可能。广兴现在忙活着，不就是为了当钦差下去吗？好报复乐宝。乐宝诱捕徐天禄这件事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微臣愚钝，请皇上明示。徐天禄被擒获，他手下的喽啰很有可能投奔湘匪姚知府齐王氏。乐宝之所以只诱捕徐天禄，却不歼灭整个青号逆贼，只有一种可能。皇上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乐宝不想早日戡乱产功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800里加急，敕令四川总督奎伦尽快核实一下。王中堂，今天是皇上御门听政的日子，想必四川总督奎伦禀报王中堂诱捕王三怀、徐天禄的猫腻，卑职愿意赋予王中堂上书言事。你怎么知道王中堂要谈这件事儿？皇上吩咐过呀，朱中堂忘了啊？皇上御门听政，文武百官入朝。二位大人，请。请。今日前清门听政，朕想与众位臣工朝议湖广川陕匪患，派下去围剿戡乱的将军、都统，加上各地督府不下20人。朝廷花费大量人力、大量躺银围剿，收效却甚微，而逆贼匪徒气焰却益盛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皇上，奴才有话要讲。讲。奴才窃以为，戡乱剿匪之所以产功遥遥无期，这都与领命戡乱的某些大员打小算盘、不实心办差有很大的关系。王三怀、徐天禄被擒获，表面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，其实只是伤了乱匪的皮毛而已，并未动其筋骨。相反，逆贼越剿越多。皇上已经敕令王中堂、军机大臣戴渠亨向四川总督奎伦、参赞大臣、副都统俄勒登堡了解情况，恐怕他们已经获得了不少。启禀皇上，微臣接到奎伦、俄勒登堡的奏报，此次经略大臣乐宝擒获青号匪首徐天禄，与当初抓捕王三怀同出一辙。本来徐天禄已经答应率众投降，接受朝廷招安，可就在谈判之际，乐宝派人秘密设下埋伏，徐天禄一经出现便当场擒获。因此，徐天禄属下喽啰便开始对朝廷的诚意产生了怀疑，纷纷投靠了湘匪之首姚知府齐王氏。果然让朕猜中了。王姐，臣在。皇上，微臣想换一个角度，先不说奎伦、乐宝谁是谁非。王中堂，一说到核心问题，你就微臣就先说说乱匪何以蔓延数省。当然是领命经略的责任了。广兴，你还让不让王中堂说话？据微臣查证，湖广逆贼滋扰，
是以湖北义都聂结人十字武昌府同知常丹魁苛虐逼迫而起。据查，常丹魁隶属义都时，素以聂名为能，按名取节，纳钱释放，少得供具，利于惨刑。至于铁钉钉人壁上，或铁锤排击多人，情节一次，则结省城，每船载100-200人，饥寒救避，伏尸与江。尤以义都、之江两县甚为严重。此微臣所闻，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。王中堂，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把这些情况告诉给皇上？其实，奎伦曾有密折，只因和珅当时擅权，军机处扣押密折不报。后来，成亲王做了军机大臣领班，王中堂又不能越过成亲王，所以如此。皇上恕臣直言，在太上皇的心里早就对逆守匪徒下了定义，所以微臣也就没有拿此事难为皇上。后来4位王爷执掌军机，微臣有所顾虑，就再也没有提起此事。微臣有罪，有负皇恩。朕常常想啊，作乱匪徒，其实由是百数十年来安居乐业的人民，何求何憾呢？甘心弃身家，捐性命，铤而走险。听了王杰这番话，朕明白了不少。倘若各地方官员都能仰体皇人，察民情，疾苦于平日，何至如此啊？微臣想起皇上亲命满洲正黄旗副都统奎伦为四川总督时，交代他上任行走务须倍加谨慎，当时就感到心寒。堂堂大清国的一个地方总督上任，竟如此尴尬，可见大清国的境况。何故？因为到处都是揭竿而起的怒民。皇上，各位大人，是该吸取教训的时候了。树贪官以安民心，行逆守以防匪患蔓延，是当前围剿的上策呀。朝议领命看乱的将军和督府是否实心办差？你说破了嘴，好像是这伙乱民倒是有理了。这只是你所说，并非皇上所言。微臣支持王中堂。启禀皇上，微臣也支持王中堂所言。皇上，微臣以为王中堂所言极是。王中堂，叫你这么着解释匪患，就是对太上皇的不忠和不孝。皇上，千万不能听王杰的这套说辞，他说破了嘴，就是替匪首逆贼辩解，把责任推到官府上，含沙射影攻击太上皇呀！皇上，是啊，皇上，朝议商讨戡乱方略，并不是为某些人徇私报复哪个领命将军、督府提供机会。找个花瓶儿。哎，你说咱们把这花放哪儿啊？放在梳妆台上吧。奴婢给皇上请安。免了，快起来！这不是前殿，没有外臣，不必那么多礼数。是。小篮子就放梳妆台上。主子还不如住回长春宫，看皇上。要回也得明天回啊！我要是今儿就回了，皇上又该说我没气量了。皇上，奴婢正要想去找皇上呢。你有话要对朕讲？听德林公公说，前亲门听政，朝议戡乱方略，王中堂所提的剿匪新方略，触及了太上皇当初的决断。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啊。皇上怎么看？朕思量派钦差下去了解实际情况。
如果情况真像王杰所描述的，恐怕只有改变父皇当初的决定了。事情牵扯到父皇，朕不得不谨慎行事，派广兴和松云下去。为什么？王杰老了，路途遥远，松云呢，与王杰意见一致。哦，奴婢明白了，皇上是把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各派一个下去。奴才叩见皇上。奴才给娘娘请安。广大人，你这是为何呀？奴婢怎么承受得起呢？你赶快起来。娘娘，请受广兴一拜。叫他平身。平身。谢皇上，谢娘娘。皇上，奴才恭喜皇上娘娘，贺喜皇上娘娘。朕赐你一个字。一个字。朕赐你一个安字。安。你就是朕的安嫔。皇上，经过这么多变故，这个也许就是奴婢的命。不过，奴婢有一个请求，请皇上务必要答应奴婢。额娘是瓜儿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瓜儿想去出宫找到她。这往后，也许瓜儿就再也没有机会伺候侍奉额娘了。皇上已经赐给了胡妹子一个字。什么字？安。安。皇上要封扫眉才子为安嫔。